紐西蘭嘅投資移民計劃咧，哇，簡直就係好似複印一副牌出嚟咁啊！介紹紐西蘭有啲咩投資計劃係咁好似吸引到我哋今日咁興奮咧咁樣。大家都知道喺澳洲嘅投資移民之前188都停咗幾年啦，今日都想同大家介紹下咧紐西蘭嘅，因為咧紐西蘭咧其實佢而家咧就新推出咗一隻簽證，都係投資移民類別嘅，咁就叫做 Active Investor Plus 啦，或者我哋叫做 AIP 啦。咁其實咧佢就取代咗舊有嘅 Investor One 同埋 Investor Two 嘅兩隻簽證嘅，佢咧就係同我哋以前舊有嘅188C咧真係孖生兄弟咁啦，即係照樣 copy 過嚟嘅，真係俾佢截胡啦。咁或者我輕輕介紹一下呢個 AIP， 其實佢有邊兩個種類先嗱。咁咧佢都有分兩個類別嘅，第一個類別咧就係叫做 growth 嘅，即係話係增長型嘅投資嘅，就需要投資500萬嘅紐紙。咁佢個投資年期咧就會係3年啦。咁而佢實際咧需要逗留喺紐西蘭嘅日子咧，淨係需要喺3年入邊就住夠21日嘅啫。換句話說，即係可能每年過嚟旅行下1個星期到咁上下，就已經坐夠個移民監㗎啦。係啦，咁呢個就係增長型嘅投資，咁就係500萬3年嘅。咁而咧佢都有另外一隻投資嘅，其實咧佢就仲有一隻平衡型嘅，但佢嘅投資額咧亦都係相對地提高咗嘅。咁咧就係10 mil 嘅紐紙，係啦。咁而投資期都會長啲嘅，就係5年。佢要坐嘅移民監咧就5年入邊坐105日。呢度就會有兩隻唔同類型嘅投資俾大家揀。如果你申請，咁紐西蘭州政府咧佢都會睇下你個 source of fund啊，你啲錢係點樣嚟啦。當然呢個無論你行澳洲嘅 NIB 或者可能行紐西蘭嘅 AIP 都需要㗎啦，係啦。咁咧佢咧睇完你啲嘢之後咧，佢就會邀請你嘅。邀請你之後咧，其實你哋就會有大約6至12個月嘅時間俾你去調動啲資產啦，俾你去安排你嘅資金去運過嚟紐西蘭嗰度咧，就做一個投資嘅。好啦，咁當個投資期完咗啦，即係話3年或者5年之後啦，其實咧就可以申請一個叫做 Permanent Resident Visa， 咁即係話咧就轉永居啦。咁即係換句話說，最快可以去喺紐西蘭攞到永居嘅咧就係3年嘅。咁即係話你一申請，你投資完啲錢，你就攞一個臨時居民嘅簽證，可以喺紐西蘭居住啊、工作啊、做嘢，或者甚至乎你唔過去嘅，繼續喺香港做生意。3年之後投資期完啦，咁你哋就可以申請呢個 PR 啦。咁呢隻 Visa 咧，佢都係可以包家庭啦，即係話可以包到你個配偶啦，咁同埋包到24歲或以下嘅子女一齊申請嘅。有好多客人對紐西蘭有興趣嘅，佢哋都會問啊，咁其實喺紐西蘭會唔會有機會可以轉翻過嚟澳洲呢？如果咧攞到紐西蘭嘅 passport 嘅話咧，揸住紐西蘭 passport 咧係隨時可以入境澳洲居住啦、做嘢啦，當係一個澳洲 PR 咁樣嘅。咁佢哋就係落地簽證，揸住一個10+444，咁佢哋亦都可以咧申請澳洲入籍嘅。變相嚟講就係攞到紐西蘭 passport， 其實攞埋澳洲嘅 passport 咧都係指日可待嘅事啦。即係你肯過去，你肯去澳洲住就可以有澳洲嘅 passport 啦。係啦，咁大致上咧呢個 Visa 咧真係同188C，我哋以前嘅188C咧真係好相似。咁而佢嘅條款咧就，我覺得紐西蘭咧就比較明確少少嘅，係啦，即係佢好多都係一啲質量性嘅要求，係啦，即係列明清楚幾多錢擺幾耐，要坐幾多日，即係大家都可以比較下啦。因為我都知好多人都係諗緊澳洲好啊。